平凡心，用祈祷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上帝要为天按耳孔听咱困求的声，免惊，耶和华要施恩伫咱，咱听候伊的，伊逐早起做咱的帮站，患难的时也做咱的拯救。听阮祈祷的上帝，阮知你听阮，甚至将你独生的囝赏赐予阮。阮真爱到你的面前，听你的声。阮较无甲你亲近，你讲找求你的，都要找着。阮感谢你，无看阮是卑微的小可的人。阮真爱搁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照顾阮一日、逐日平安，你予阮倒地安歇。阮这拢是出自你的恩典，感谢你眷顾阮，你所拣选的囝儿，照你所应允的来成就。今仔日阮来到你的殿院。阮献上阮的祈求，阮遮的祈求真做芳芳的祭，是你所欢喜的。阮搁一摆用诚心感谢恳求，伫你的面前，小事圣神甲阮伫地，享受你的灵大大充满伫阮的当中。阮感谢你，伫阮咧趁海大降节的时，请有备阮的心，互阮明白了解你降生对阮所带来的意义。听祈祷的主上帝，阮祈祷恳求的声，感谢你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要点倒两支紫色蜡烛，是有表有比信心，着有比主的路，用生命好的品行来传扬主救人福音的好消息。要麻烦咱三甲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书读圣经，挂信上帝，专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
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会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感谢主，因为伫大讲这时，我的心也足欢喜，我足欢喜有即个节期，有即个节日。我真爱讲这个故事，因为上帝对我的疼痛，伊想赐耶稣互咱，为着我来出世做人，这是救人的福音，救人的好消息。所以我真爱讲这个故事，互报恁知，主听我，嘛听你，看咱也好大开嘴来讲。我真爱讲这故事。这些个诗，我咱哪唱哪有滋味。我只爱讲这故事，天定我表伟大，论主的大的阳光，一片一花的爱，我只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心里，互我心安养的主，也对安慰的名，我只爱讲这故事，就听也讲这故事，让我信心的故事，照亮着我的主。我只爱讲这故事，那是那有滋味。世间大行事很忙，无主甲这袂比。我只爱讲这故事，对这想我感动，所以帮我做领会，望你来的力量。我只爱讲这故事，就听也讲这故事，让我信心的故事，照亮着我的主。伊在干燥的时，咱来想，主对咱的奇妙恩典，是毋是也是安尼？伫你的心中，伫你的生活日常来彰显，是毋是咱有较无的心，哪枵哪喙焦，希望爱听交结，这是纪念这个事。上帝圣经所记载救人福音的故事，当咱着好大声来吟，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主真爱会无比，咱来纪念，咱来讲。我只爱讲这故事，天定落了的大，论主的大的阳光，一片一花的爱，我只爱讲这
要先来讲，我亲爱的这个主，就你了不最不足，连我心心的个主，笑脸面我的主，连我心心的个主，笑脸面我的主。主，感谢你，感谢你伫逐时逐刻拢眷顾阮，因为阮无论拄着啥物境遇，是伤心流目屎，是乌云打落来的时，当阮烦恼无快乐的时，你知阮无孤单，你来做阮的伴，甲阮伫地，甲阮相同行。阮感谢你，赏赐日头落雨，互阮所经历的代志，拢在体会，这是你的奇妙作为，你奇妙的恩典。主，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唱歌学了你，阮也将阮的心头的重担放伫你的面前，愿你来排比，愿你来替阮说法。阮有最的代志是阮所无法度解决的，阮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所赏赐的智慧，帮助阮，互阮来平安经过。阮拄着代志的时，也有勇敢的心来面对这个代志。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恳求、祈祷、交托，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做大事情。我们起立，一同来，哈利路亚，阿罗兰的主。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阿罗兰的主。你会使大大开嘴，因为安尼讲，你大大开嘴，我就要大大唱满。愿咱无客气，来到主面前，甲伊求，大大甲伊求。再唱大个唱个去，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叫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叫一的强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叫光明自由，敬拜下也能拿最前呐，因为主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叫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叫一的强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叫光明自由。敬拜下音的歌最前呐，因为主你的家。无论你是唱国语、唱台语，拢是哈利路亚，阿门。你可以用中文唱，可以用台语唱，都没问题。来，再一次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
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同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亮，万国赞叹你的柔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请坐。总是感觉当我富足快乐的时，我会袂记得我的主为我所做的代志。我莫夸口我家己的快乐较大天。总是主甲我讲，当我拄着患难灾难的时、失利的时、忧愁的时，我无底气、无落通气的时，头前看无落的时，要怎样？感谢主，有伊互我通靠，伊做我的避难所，做我的牧者，带我到安静的水边。我搁一摆来想的时，伊的话语帮助我重新站起来，互我有面对的勇气。那今这首诗，当我富足快乐的时。当我富足快乐的时，常常看无你，我靠家己快乐大天。当我失意忧伤的时，我袂记你，为你怨叹拖我无了时。
谢上帝的大慈悲，无论有啥事情，我要学落你，永永远远我要学落你，永永远远我要学落你，永永远远我要学落你。主，阮感谢你，伫阮失志、忧伤，也是富足的时、快乐的时，你拢甲阮伫地。阮真正要我靠你来得胜有余，阮真正要我靠你来过阮所度我的日子，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日日担阮的重担，你是应该是学乐的，你会允许你的恩典是为着困苦人来有庇的。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献出你的光，照阮黑暗的所在，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当中。阮相信耶稣的降世是阮所仰望的，是阮所仰望的，因为你要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阮要倚靠你，阮搁要较深来倚靠你，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也勇敢来传扬、来传播这个好消息，互阮的厝边、隔壁，互阮的兄弟姊妹知影。主，你听阮，你听阮，你愿意帮助阮。阮虽然是微细，我虽然细，那小若尘土，总是你听阮，你听阮的祈求，你为阮陪伴的恩典，阮愿意双手来承受。感谢阮的所敬拜、所吟的诗，感谢阮的心怀意念伫你面前，帮赞牧师今仔日所讲你的话，诚做阮的帮赞，佮荣耀你的名，利益伫人，互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也愿你的旨意直正伫即个土地，亲像伫天里。感谢你听阮祈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也请继续来祈祷，为着你所在困苦悲痛的兄弟姊妹，咱无法解决的代志，上帝会为咱开路，咱来安尼深深来相信，请咱为着咱所在的事项来祈祷。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君王，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学罗你，因为你的疼，阮才有份伫你的圣国。耶稣的出世，互阮得到救赎的机会。你的宣传，互阮无受罪的捆绑；耶稣的保护，互阮得到洗清，食做新的。当阮失志软弱，心灵破碎，有苦歹讲出嘴的时，就来笑念你，起头创造阮的本意。你是看，就是你看阮是好，阮既然是受祝福的，阮嘛着结出信心的果子，来归荣光互你。愿阮时常祈祷到你面前，好景有学罗你，歹景有搁较爱较侪来学罗你。拜列阮所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文37。
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心无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盼望。你的五人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假势、甲名利。正直的人的老爸活大快乐，人生着敬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是咱来三甲来吟圣诗，神圣诗238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袂捌有话暗暝》。
愿永远归伫即关上帝。即时来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点到2支的蜡烛，紫色的蜡烛，上顶是陪伴交信心。咱着陪伴主的道路，用生命的好品行榜样，传扬主救人福音的好消息。第2点是咱12月21号是圣诞节的主日，主日中咱有提摩太的献诗，甲社区音乐班的儿童的表演。阁有会后，咱要敬上圣诞糕，伫互厝边啊，敬上沙人中昼，阁有圣诞的爱宴，请兄弟爱自备环保餐具，踊跃的参加咱12月21号的活动。第3点，12月24拜3是平安夜，咱今年有牧师，阁有中一同工，阁有信徒，咱要组一个报佳音团，欢迎有要参加的姊妹，咱1楼的招待到遐填写报名，欢迎大家做伙来报佳音。2020明年度的月历。伫迄个招待岛，请兄弟一号摕1份，咱摕每年的月历。然后如果有剩余的部分，我们在12月21日会敦亲睦邻，在发圣诞糕的同时，我们也会赠送那个月历。在明年度，我们的每个礼拜2的青年小组要调整到礼拜天的12点到1点，并且在12月10号礼拜3早上的10点要召开义工辅导同工小组的会议，请关心代祷。把请有议员要来参与关怀志工小组的志工兄弟，会使来踊跃来参加报名。把真恭喜国伦弟兄跟美菊姐妹他们的公子，昨天已经举办了美好的结婚典礼。求神祝福这对新人，带领他们在未来婚姻的道路上，用爱跟包容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请关心代祷。本周的经句，咱做伙来读。我是世界的光，分对我的就无伫黑暗里行，要得到生命的光。我是世间的光，随我的无形在暗反转育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好，无咱重读一下好啊。我是世界的光，对外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这是咱来读圣经节，今仔日圣经节是记载伫以赛亚书9章2到7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火、大光，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
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你互即个国民济济，也加添因的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亲像收割的欢喜，亲像人分所抢的米，迄号的快乐。因为伊所排动的蚵，甲镜头顶的怪，以及压制伊的腿，你拢甲伊压制，亲像伫米店的日一样。因为高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各地火内的衫，拢要受烧做燃火的柴。因为有一个影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做，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咱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即个事，这是咱请小朋友美心同学来为咱用华语搁读一摆。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9章27节。二黑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要他们使着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受歌的欢喜，像人分睹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必欺压他们，神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阴寒。我们儿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地位，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的国，以公平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亲像早日分别。
这大家平安。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小朋友来到伫台前吼。等下咱伫来到台前以前吼，牧师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的新朋友啦吼。一位是吴东碧牧师，咱欢迎伊，咱请伊起立，咱家婆婆先来欢迎吼。伊即马拢在做即个生命教育的课程吼，嘛真感谢主，有机会当来到伫咱中间来同咱做伙分享聚会。伊个4个月后嘛吼，4个月后要去到伫越南的所在，伊用世界咧有真侪所在吼，协助无相款的所在，有心会要做福音的事工的团体，培养因做伙来参与这个圣工。嘛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吼，咱欢迎伊。另外一位是过去来伫咱的旧堂吼，嘛有来过咱教会2摆的心中辉心中辉兄啦吼，咱请伊起立，咱欢迎伊。伊过去吼是这个过溪上长老甲过溪上长老做伙来的啦吼，所以咱也应该有小可印象吼。咱真欢迎伊。头一遍来吼，咱等下礼拜四会当到1楼的所在，啉一杯咖啡啦吼，做伙谈话一下吼。等下礼拜四会当3到9杯。今日嘛真欢喜，咱看见咱遮小朋友会当做伙伫参与伫侍奉，伫因成长的过程，通过伫读经的祈祷的中间，做伙会当愈来愈了解，无论咱的语言以及咱的聚会方式，咱嘛着爱常常来继续为因来祈祷啦吼。来，咱请小朋友来到台前吼，来，我们请小朋友来到台前来，牧师来为你们做祝福祷告。来，站台前，站这边哈。来，谁？嘉亨来，嘉亨一起来，嘉亨跟妈妈一起来，好，好，我们一起来带他们来祷告哈。各位小朋友，咱要祈祷爱安怎？吴真，要祈祷爱安怎？注意爱去想哈，咱在这会去享受跟神讲话沟通的这个宝贵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感谢你，互阮会当甲这群细囝伫每礼拜日的中间，阮会当甲因做伙，会当享受伫祈祷的中间，甲主你交陪的时间。主啊，阮感谢你，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常常毋若为着细囝来祈祷，互阮会当看见。阮伫大桥教会会当三角分享、享受上帝你的话语所带予阮生命智慧的中间，阮嘛会当伫彼此联系的关系、彼此调整伫阮生命中间需要调整的工课。愿上帝你赏赐智慧予阮，愿上帝你嘛帮助阮伫12月这个生日的寿星，阮要为着因来祈祷，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帮助因。伫因人生头前的道路，哪年岁哪加天，嘛互因的生命会当哪加天，甲主你的关系会美好的关系，也互因会当更加密切，甲上帝你的关系好，佫会当来见证上帝。愿上帝你带领阮的生命，互阮遮的小朋友，甲阮正内家兄弟姊妹，伫信仰的道路顶面，享受着主你的平安甲祝福。主，阮嘛感谢你，嘛祝福伫梅菊姐甲国伦兄因的公主德伟甲玉文，伫昨日会当完成这个婚姻要紧的工课。主，阮知这是一个开始，是开始家庭的中间2个家族也2个生命进入一新的环境的中间的开始。恳求上帝你，毋但互因有美好的关系，嘛互因用疼三甲彼此伫上帝你的面前起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家庭。是上帝你所欢喜，嘛是众人所祝福的。主，阮伫你面前，愿上帝你赐福阮伫今日大抗节主日，阮嘛三甲组织做伙来享受主你的疼。愿上帝你将平安喜乐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各位兄弟姊妹，特别伫这个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咱要来享受一个领受一个真理，叫做平安。吼，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平安。吼，这个平安是啥？平安你有平安无？有无？有平安无？希望你今仔日毋来，你即马原地享受的平安，
会当更较清楚知影，耶稣基督再来到底带互咱什么款的平安？伫生活上吼，我相信咱生活内底和平甲平安吼，其实有当时咱伫教会，特别伫教会内底吼，嘛变做是一种习惯。吼，习惯久了吼，久无来的人吼，久无拄着无听见的人，听着你甲伊讲平安的时阵吼，会感觉真新鲜，嘛感觉真好。但是久了，咱咧讲平安吼，就会变做安怎？恁有一个感觉无？会变做安怎？变做啥？搜索、早安问候，我感觉变做有当时感觉那像表演啦，对不对？好，表演歹势用阮牧师安尼讲吼，是安怎吼？咱看这个，整个不好意思哈，等我一下。上一页。好，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梅菊姐跟她儿子哈德伟跟玉文昨天在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感动哈，我伫昨昏咧看这个蔡启勇牧师在谈话中间德伟这个家庭真特殊哈，是安怎讲？因为伫梅菊姐伊伫8当前我来到伫咱大桥教会，迄当时梅菊姐伊甲我分享讲，伊的丈夫是一个职业军人。职业军人伊无甲伊限制伊伫教会来教会，但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看会出梅菊姐足期待有机会将即个信仰带互伊的丈夫。后来无拍算，伊的丈夫因为中风，后来拢一直长期以来拢倒伫病床顶。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知影其实咱这人的肌肤肌肉是愈来愈萎缩。我看见梅菊姐伊是开真侪、费真侪精神。包括伫伊个家庭，伊个儿女拢费真侪精神。昨我看即个德伟，伊伫要表达、要讲的时阵，要对伊爸爸妈妈讲感恩的话的时阵，伊个心是足感慨，嘛真感谢、感恩。因为伫迄个过程中间，伊知影行过即条人生的道路真无容易。所以迄当时我印象中8当前伊个囝吼，应该嘛还未信主嘛吼，还没信主哦。后来德伟转来到伫台南。后来，伊拢伫大公教会受造就被牧养。后来，伊带伊的女朋友，就是即马的太太，伊是伫大公教会带伊进入教会。所以我通过即个新人，我会当体会出，当咱的信仰毋若会当咱家己咧享受主的稳定的平安，咱嘛着爱安怎将即个平安福音安怎？带转去到伫你厝里的亲人朋友，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有即个期待无？我感觉即个平安的期待是在伫当你伫苦难中的时阵，当你伫环境中间的痛痛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掠掉甲主的关系？兄弟姊妹咱伫12月21号真欢迎今仔日咱来到伫咱中间的新朋友，牧师邀请咱。会当做伙，咱今年教会无办啥物特别的圣诞节的活动，但是牧师足期待咱会当做伙来回想咱过去伫报佳音的过程的中间，去到伫人的厝内，真正是挨家挨户吼，咱至少咱会友吼，会当像咱伫志明兄，咱志明兄来到伫咱教会嘛同我，吼对无？吼，但是咱还毋袂捌去过因兜的呢，吼有真侪人还毋捌哦。包括小会长咧，伊嘛捌搬厝吼对无？嘛真侪人拢毋知影哦，拢毋知因兜伫倒位。校长咧，伊嘛搬厝过，但是拢无人知影，咱有去过遐无？其实兄弟姊妹，牧师足鼓励咱教会已经加入有侪一寡新人，包括东北牧师，包括即个周生，甲今仔日的信生，牧师鼓励咱等下伫即个1楼的所在，你填写，你若愿意同意，你会当提供你的厝。会当互阮去到恁兜，但是免放心，你有可能会讲牧师阮内底无整理阮报佳音通常是安怎呢？阮去到恁兜是徛伫外口面唱歌，唱了，然后牧师讲真欢喜今日甲恁报一个好消息，咱伫迄中间嘛，互咱的厝边隔壁知影，咱兜就是啥？就是属伫主的厝。伫迄过程的中间，咱大家说 hello，大家互相请安，阮就离开。
好，阮无要坐蹛恁厝内坐伤久啦。好，你若欢迎互阮搁入去你的厝内，嘛是会使。好，所以牧师邀请咱，你若同意第三抓，你写你的名了，然后你同意互阮去到恁兜的，写你大哥。然后呢，你若大哥了，请你后边啊写你的字迹，因为你写你的字迹了，阮会当调查、了解、统计，知影讲这个路线要安怎行。好，所以请咱有的人，咱的大的所在已经含教会所有的资料是无啥相款，所以请咱有那写一下。那如果你无要提供你的厝体，嘛请你后壁你想要参与甲牧师甲咱的中级做伙去，嘛请你会当来做填写。牧师嘛欢迎你。如果伫迄天12月21，你有工课，你有咧做工课，可能像这个觉华，我举例啦，无一定爱安尼做，比如讲伊是伫这个健身中心，那可以的话，愿意的话，牧师就亲自带着我们的团队进到你们的健身工坊，在那边我们唱平安夜的歌，我们在门口就好了，然后在那当中你可以出来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基督教在圣诞节的时候把这个好消息我们可以传递出去。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哈，所以牧师简单伫遮来甲咱报告啦哈。今日牧师用一个信息要甲咱来分享，主来所带来是什么款真实的平安？咱看我头拄有讲起哈，为什么讲这个平安啊讲久啊？有当时咱亲像表演，这是拢有的啦。咱伫厝内吼，若要翕相的时阵吼，囡仔吼。通常啦，拄好含咱冤家了吼，你含伊要翕相吼，爱翕相嘛，对无？要翕相的时阵吼，较笑者啦。明明他拄好含你冤家冤了吼，但是你囡仔就安怎像咧相片安尼啦。这爸爸做欢喜的，但是他拄好伊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啊，对无？迄两个囡仔讲，我都无爱翕相，我都要拍电动，我都要伫遐佚佗，你阁叫我来做这项代志。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生活是亲像这种的相片共款。咱高举，我们高举和平、平安这个气氛，这个生命。但是咱的心中，咱咧较无这个物件，其实我感觉充满着侪外表的光彩。咱无真正内在真实的平安。所以牧师常常咧鼓励咱，甲你边的人看一下，甲伊讲平安。因为当你家己看的时阵，其实伫你的心内，你就开始咧想讲，佮要叫我家己讲啥？我足讨厌这个人，我明明都毋是迄种人，我看人我就袂爱看伊。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中有侪咱无法度通解释迄种的无平安。兄弟姊妹，咱知影最近国家吼有侪战争对吧？咱知影新闻媒体有报一个。前有报一个报道，这个国际的这个两个领袖水火不容的国家领袖因要签署这个叫做和平协议啊。因伫镜头的面前拢安那安尼握手啦，讲好啊 ，OK， 无要拍啦，无要拍啦。结果新闻阁报一个啥？无甲3点钟久，因阁安怎？阁飞弹阁飞过啊。这意思是啥？和平伫咱的生命中，其实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公司、伫咱的生活上，包含伫教会内面，咱的心中拢有侪对和平伫一个啥平安伫一个啥假面具啦。但是伫咱的心中，咱爱知影，咱的心中有侪对人一寡感觉无好的所在，兄弟姊妹，一直咧甲咱讲起，咱心中的平安是遐尔脆弱，咱的心中的平安。只不过是暂时，我无爱含你冤啊尔。但是你无平安，兄弟姊妹，咱较无真正平安，毋是伫外表的方法甲平安，嘛毋是家庭的内底为着避免冲突，我无爱讲出来，我就有平安，敢真正呢？莫去讲啊，无输你莫去讲啊啦。好，我若讲着，我就气啊。你若无真正的平安，我甲你讲。你无法度通体会，你有主了后的真正的平安到底是啥？你体会袂到。今仔日的圣经节真要紧，伊讲，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你有看见大光无啊？耶稣要搁再来啊呢？圣诞节到来呢，毋是伫遐安尼布置甲水当当呢，安尼哪定呢？
较要紧的是啥？是圣经内面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这个背景是，迄当时拄啊好是南犹大国因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最要紧的时阵哦，因伫黑暗中在行哦，伊是足惊的哦，兄弟姊妹，咱的国家、咱的人民，包含咱即摆基督徒，你若是处的环境、你的国家、你的身份，即摆是处伫危险的中间，亲像迄当时的南犹大国的以色列百姓共款，伫黑暗中的百姓，你有想要看到大光无？我甲你讲，你保证你绝对想要看到光。但是咱普遍，咱即摆是较袂想到这，为什么？咱足平安的啦，也无啥物威胁啊，对无？兄弟姊妹，圣经内底讲，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先知以赛亚伊先做一个预言，伊讲伫黑暗中行的百姓看见大光。这个光毋是豆豆的火气的这个这个烛火着火，乃是彻底结束的纷争啊！兄弟姊妹，咱甲人的关系，你有想要好好无？会袂？我相信拢有啦。咱伫教会内面，过去到今仔，咱若甲回想看卖，有时我拢会伫遐回想。哇！2017年我来到大桥教会，将近8冬的时间。有啥物人来到伫大桥教会？有啥物人甲我有伫交谈的中间，我做无够的所在，我讲话有得失人的所在，我要安怎样来求主怜悯赦免？我要安怎样有机会甲伊救回来无？有可能无？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兄弟姊妹，彻底结束的纷争啊！带来是啥？是永远的平安和平的政权，就是迄当时的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因所期待的。所以以赛亚先知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甲因讲，因为伊所背动的大，甲迄个金架头的拐，以及压制伊的锤，你拢甲伊，这个你是啥物人？上帝，你拢甲伊压制啊！亲像伫米甸的日共款，兄弟姊妹，米甸的日是啥？你若有机会看士师记第6章到第8章，内面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因背逆上帝，后来受到外族的欺压。米甸人就是伫迄当时常常来欺压以色列人的主要的溃烂啦。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米甸人因每一摆若即个以色列百姓若要修行的时阵因拢拿像迄蝗虫过境去到伫以色列遐，以色列队安怎，甲因抢无论因的精神甲因种植的物件，所以即个米甸人的日，米甸的日，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回想足深。兄弟姊妹，咱大桥教会他拄啊，即个钟辉兄在讲，无事，恁过去伫迄个我旧礼拜堂我就去啊，我即马遮袂歹。有看到啥？遮袂歹，袂歹是啥？咱当初咱要换所在，是因为啥？因为咱的空间是啥？这个礼拜堂的讲台后壁面是便所，有无？2楼，若这老大人若要厕所就爱去爬楼梯，无就安怎？无就是行去后台，这无可能。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的小朋友若要煮一学无电梯通好坐啦，嘛无有楼梯啦，就爱行几楼？行4层楼啊，4层楼啊！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教会有咱的限制，但是上帝有听咱的祈祷无？有啊！上帝带领咱，互咱会当重新行出一个无相款的所在，甚至进入到一个有真侪会当受挂的所在。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的迄种过去所拄着的迄种的困难。那亲像圣经内底所讲，这个战争虽然停止，伊后壁讲交战中的穿甲的人的军装，伫各伫火内的衫，拢要安怎？拢要安怎？烧搁要安怎？做导火的茶，意思是啥？咱一般咱的和平拢是安怎做的？
譬如讲，我甲你的关系若无好，我拢甲扛起来、藏起来。咱头拄咧讲的迄种的请甲关系，拢是安怎？拢是甲扛起来。好，当作毋知啦。但是圣经内底伊有咧讲哦，伊讲第4站吼是上帝的作为哦，伊要应允以色列百姓讲，你毋免惊，我已经我绝对压制，吼压制因遮过去吼，恁所背的重担，我会甲恁讨放。但是第5节咧讲啥物？第5节咧讲，恁过去所经验的即个苦痛，即吼战兢兢哦，我来看到你就想要甲你拍迄种的生命就像战争啊。伊讲即种的战争免咩啊，拢要受烧做导火柴，意思是啥？叫做燃料、动力啊。你有痛苦，你跟人有冲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也歹，不好的，但是这个不好的会成为像什么？要倒的柴，要倒的柴是好也歹，当然是好的啊，对不？要成为燃料，无说唔是要讲，你就爱去跟人起冲突咯，唔是哦，是你伫遐咧埋怨讲，哇，过去我哪发生这代志，但是这代志若无互，这代志若无互你真做亲像燃料，知影讲上帝已经帮助你、讨帮你，你若阁继续甲伊扣分啊，安尼你安怎？你就无法度通亲像互火烧的柴共款。过去你所拄着跟人战兢兢这个冲突。的一直战兢兢的产生冲突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到底人所梦想的这种的和平平安，什么人会当得到？什么人会当互咱？什么人？第6节就咧甲咱讲什么？因为有一个婴啊，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属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第一和平的人君。兄弟姊妹，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内底即句话讲到，耶稣基督，以赛亚先知伊预言，即位红婴啊，耶稣基督，伊要正做负担国籍，也就是担当伫咱咱感觉要安怎管理啦，咱要安怎处理人生的道路，咱毋知要安怎做，交托互耶稣基督。因为伊是啥物？奇妙的魔术。奇妙的魔术代表的是，伊会当提供咱人类无法度通理解的智慧啊！奇妙的模式，你有没有希望说，哇，你若破病，你也唔知要安怎，到底你要安怎敬畏上帝呢？对无？啊，你事奉若拄着一个问题，你嘛会惊呢？唔知要安怎继续落去呢？吼，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时阵，咱唔知要安怎面对咱的人生。咱来交托互耶稣基督，因为伊是奇妙的魔术。但是咱也无咧常常掠耶稣基督做咱生命迄个奇妙魔术、享受智慧的人。我甲你讲，你若要靠你家己，你无法度通行头前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什么？咱的耶稣基督，伊毋若是奇妙的魔术，伊佫是啥物？佫是全能的上帝。兄弟姊妹，什么是全能的上帝？你若甲耶稣基督看着，伊只不过是人啊，伊也毋是神啊。你若知影讲，伊是全能的上帝，伊嘛是神，伊的气力会带来改变袂？会啦，伊是神诶，伊是真正甲咱做伙，亲像人的模样，但是伊是神，伊是真正有气力的，会当带来改变的。伊嘛是永远伫第一，常常甲咱做伙。伊嘛是和平的人君，所以兄弟姊妹，路加福音书第2章14节讲啥？来，咱做伙来探吼，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兄弟姊妹，他所喜悦的是愿意悔改并甲上帝和好的人啊！我佮讲一遍。规伫伊所欢喜的人是啥物人？是愿意悔改，并甲上帝安怎和好的人。注意哦，你想要甲上帝和好，但是无拄上帝要甲你和好哦，因为你都无要怜悯人，你嘛无要悔改，你无要认罪。我甲你讲，你只不过是假表象的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
重要的真理咧讲起，基督的降生唔简单是带来和平的应允、平安、真实的来源，嘛是咧讲起耶稣基督的到来，也就是要结束，要结束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什么纷争啊！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用几项要来跟咱分享，主来到底带来什么款真实的平安？咱要安怎做？咱要安怎活出真正和平君王的子民？我们是不是主这个和平君王的子民，跟随他的子民？是不是？是嘛？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要怎么做？来，牧师邀请各位哈，我们有3点，咱上重要的是爱了解最重要的物件。第一项，咱来甲上帝的关系安怎？唔通阁有纷争啊！咱甲上帝有纷争未？会未？会未啦？会哦。咱甲上帝其实有纷争哦。是安怎讲？咱有时会感觉讲哦，上帝啊，你拢对伊较好，吼，伊拢足好足顺遂的，我较衰，我拢白白咧敬畏你，白白嘛奉献，像咱白白做的代志，像咱伊会较好，我会较歹。咱甲上帝关系其实是无介正确的观念。所以咱来看今日圣经内底，伊第7节讲啥物？伊讲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兄弟姊妹，伊讲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哇！伊直接讲起，以赛亚先知讲起。上帝通过帮赞大笔，无论伊的宝座、伊的国，伊是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保护伊的方法。所以兄弟姊妹，咱唔免去判断人，去审判人，讲伊做的对啊唔对啦。咱先伫主的面头前，先看咱家己，咱安怎样甲人成做和好关系的使者。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甲上帝关系中间，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阵，我相信咱甲上帝关系自然会建立这个真要紧的关系和好，就是因为咱是因信来称做义的义啊。罗马书第5章第1节讲，所以咱既然因为信来称义，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安怎？甲上帝个好。所以咱拢做爱跟上帝和好的关系，对无？咱爱甲上帝和好，咱就爱安怎做？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伊咧做啥物代志？借着主耶稣基督，啥物意思？耶稣基督为着咱安怎？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为什么咱要祈祷？咱讲主啊，我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求你怜悯赦免我，互阮认捌耶稣基督为着我来死。为着要救赎我、偷放我，用伊的宝血来洗净我，但是我知影安尼无够，因为我知影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有安怎搁活，耶稣搁活代表是啥？是一个叫顶头生的生命。若有顶头生的耶稣基督，是安怎基督徒信主的人拢无顶头生啊？你敢若信，但是你的生命无顶头生啊？你敢会使？可以吗？不行。信称义，信称义是它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是爱借着耶稣基督。你爱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表伊是对死人中搁活，所以咱咧看大抗节耶稣搁再来的时阵，你唔通袂记得耶稣伊捌为着咱来死的迄个重要性。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停止甲上帝争论，有真侪时阵，咱伫祈祷中，伫心内会甲上帝为什么安尼？为什么安尼？真实的平安是谦卑，接受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成就了一切，相信伊会当统治管理世界一切公平甲公义的事。所以上帝呼召咱的生命，伊会自然帮助你，将你的生命对为什么？变做安怎？无要紧，我拢交托主，我信靠你。就算我即摆拄着即款的情景，我嘛袂烦恼，
因为上帝甲我三甲伫地。所以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咱需要重新恢复。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会当真正得到平安的心。第一项，咱来结束甲上帝的纷争，咱才有法度通领受迄个永远坚固的啥，甲上帝和睦的关系。所以一个信徒若甲上帝无和好的关系，伊无法度通领受智慧哦，伊嘛毋知影安怎行头前的路。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骨力读圣经的。咱做伙骨力读圣经的，吼，真正读圣经真好，会帮助你的生命。所以牧师为什么即马咱即马无论因为即马是大港主日，吼，咱平常时每一个主日牧师拢配合新眼光。你若会使，你去看新眼光，还是讲看牧师的即个直播，牧师拢有针对即个背景、圣经的背景来做说明，互咱咧读圣经会当更较容易。因为你无背景，你黑白桶吼，你看无。你毋知伊咧讲啥，吼，所以牧师其实这拢有影片存档，所以你会当按照即个进度，甚至你若逐工拢去看，我相信一档、两档、三档，你会当将圣经看过1遍、6遍，吼，所以牧师鼓励咱，咱要结束甲上帝的关系，毋是在伫你愿意哪点，较要紧是你爱去通过上帝的话来帮助你，更较认捌即位上帝。第二项，咱就爱结束甲别人的纷争。咱头拄所看的即个圣经内底，有咧讲起即个盔甲，吼，战争的即个盔甲，伫第几节？第4节、第5节吼，第4节吧，好，第4节，好第5节，因为交战中穿甲的人的军装，甲各伫火内的衫，拢要安怎？受烧。其实我相信，咱在座足侪兄弟姊妹，无论你过去伫工作、家庭，以及伫教会侍奉，咱甲人的中间，拢难免拢会产生冲突的所在。但是咱求上帝帮助咱，将这个冲突化做是咱亲像要导火的柴，互咱重新带来快乐甲帮助。所以咱甲人的关系，咱来结束这个啥？结束这个无和好的关系。互咱重新会当怎？会当进入上帝所欢喜的生命。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讲，要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咧讲起，当咱甲上帝的关系，当咱甲人的关系，咱有这个和平做彼此联合的关系，安尼自然安怎？咱就甲圣神所享受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就结合做伙。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学晓将家己的这个盔甲，这个战争，我逐摆去到教会战战兢兢的，每次看到人，我就很怕看到他，看到他就好像要跟他，就会想起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告诉你，我要跟你讲，安尼生命绝对不是好的，安尼生命你需要更较安怎？来到主的面头前，甲主讲：主啊，帮助我，互我学习会晓去面对这个人，互我会当甲伊重新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圣经节，在甲咱讲起，伫咱的生命，咱会晓用安尼来行的时阵，咱会晓将家己的这个盔甲改脱落来，当做燃料当做柴来烧的时阵，用疼心来取代这个纷争。用倾听来取代定罪。保罗讲爱用和平彼此联合。所以昨昏在参加这个婚礼中间，蔡启勇嘛咧鼓励这新人，翁仔某做伙毋是干伫遐办这个婚礼了，较重要两个人会开始有无相款的意见想法。你想要安怎做？我想要安怎做？我想要做较济，一个讲要做较少的。兄弟姊妹伫家庭的中间，咱常常咧发生。所以兄弟姊妹，联合动作就是咱来建立这个桥梁，毋是安怎？不是筑起围墙。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呼召咱生命的第一步，就是咱来行出去，甲人和睦相挺。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一直甲咱讲，咱的教会，咱本身，咱若备办好啊，上帝会甲人带入来袂？会啦，是毋是？牧师期待你
今仔日伫阮中间真正看到，阮即群大桥教会兄弟姊妹，因的面相看起来是啥？会当带互你有平安、有喜乐、有望的，会使袂？可不可以？可以。这个就是属神的团体。所以兄弟姊妹，敬畏上帝的人，毋是干那我来教会就好啊，我毋免去插人。兄弟姊妹毋是安尼，你来到主的面头前，是爱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三，咱就爱主来要带来真实的平安，就是爱活出和平真君的好模样。咱来结束甲家己的纷争。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吼，咱会焦虑啦，会袂？啊，即摆有做侪即有关无论心理疾病吼，咱拢会感觉讲家己焦虑。我感觉有真侪时阵，咱无好好啊请家己啦。吼，圣经内底伊讲，因为伊所受背大的恶，吼，即个大。甲肩胛头的拐，以及压制伊的腿，你拢甲伊安怎压制啊？咱的上帝拢甲咱压制呢？意思是啥？上帝拢咧甲咱打，咧帮助咱。但是你有要交托伊无？你若有，你就偷吧；啊，你若无，歹势，啊，你就捆绑。哇，那个忧虑、忧愁就伫你的内底。所以我感觉。咱要带来真实的平安，你要知影，你要成做一个和平人君耶稣基督的百姓，你就爱了解你家己的生命。以赛亚书讲，咱曾经是踮伫死的线，伫黑暗中的百姓啊，有无？第21开始讲，伫黑暗中的百姓啊，恁伫黑暗中的百姓啊，兄弟姊妹，黑暗中的感受。就那亲像咱即马活伫咱的世界，有可能你的经济能力，有可能是你的病痛，有可能是你的家庭的关系，有可能是伫你的侍奉的关系。兄弟姊妹，咱总是咧为着即个世界咧超做好的标准，有搁较好的存款，有搁较好的身材，有搁较好的表现。但是当咱达袂到的时阵，咱就家己开始对家己无满意。咱感觉家己做无够，咱感觉家己真正是做烂。所以我过去我自我开始了解讲，原来我毋通讲家己咧纷争的中间，我竟然知影讲我的囝，其实我着安怎知影要安怎家己鼓励，佮知影要安怎家己疼惜。我着较袂安怎用一个高标准的方式在看我边仔的人。所以我要甲你讲，当你会当结束。对家己的纷争，你就会晓开始去看你身躯边的人的需要，所以这是足好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第3节咧讲起？因为交战中的穿甲的人的军装，甲各地火来的衫，拢爱甲摕去烧掉，亲像啥捣火的柴，这会当帮助你，互你会当诚做较有气力。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安怎讲？应当一无跨路，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你所需要的甲主上帝讲。上帝所赏赐予人出人意外平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要保守恁的心怀意念。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上帝平安，诚做真正会当固守咱生命头前的路，嘛将这个平安赏赐伫咱身躯边的人。互咱通过咱本身真正是一个有平安的人，边仔人看到你，就感觉做爱牵你讲话。伊若爱牵你讲话，伊自然会看见啊，你到底是安怎才喜乐啊？你到底是安怎看起来拢安尼感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到底你是有啥物快乐啦？因为主作疼我，你若要，我带你来，我带你做伙来熟悉这位上帝。安尼传福音有简单啊无？足简单的，兄弟姊妹，我相信这就是咱传福音上要紧的。咱来了解耶稣基督所予咱的平安是啥物，求上帝将这个平安嘛赏赐予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和平的大人君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黑暗中的大光，你也是阮生命坚定的根基。伫这大港节平安的主日。阮为着等待你降生来献上感谢，主啊，阮承认，阮伫这世间常常活伫充满纷争、怀疑的中间的生活。
阮甲人伫争论，阮甲人有芥末，甲家己伫做交战。求你圣神今仔日来感动阮的心，赏赐迄个出人意外平安，伫主你所听的百姓，帮助阮，将阮身躯所穿的迄个盔甲，每一摆阮看人，想要看人，会当亲像咧烧祭共款，所穿充满着火衫，阮要交互主，互因来烧，诚做过去，诚做提醒阮生命的原料。愿阮每一摆，每一个人，拢诚做真实听主你和平的使者，用疼心彼此联系，互相鼓励，保持合一的心智，来起着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恳求你垂听阮，将迄份对天灵来的真正平安，带互阮身躯边每一个伫黑暗中伫徘徊的人。特别，阮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我们要为着美英节来祈祷。早前因为手术了后，有侪无爽快，每一摆伫清群里的中间，有侪重担，无法度通透白。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赏赐信心的气力帮助伊，嘛通过阮大家众人同心合意的祈祷，做伙成做伊生命中好的气力，也求上帝你帮助伊。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毋若看见了上帝，亲像约伯共款，早前毋若听见上帝，今仔日伊要亲目看到主。求上帝你嘛赐福帮助，伫丽轩伫18号要接受手术的工作。求上帝你通过医疗的团队，搁一摆赏赐平安，赏赐气力，赏赐上帝你美好的安排，赏赐这个家庭，互因有平安。互因有对主你遐来信心，相信上帝你为阮备办的道路是平安的，是安稳的，是上帝你美好的心意。阮伫你面前，将阮在座有信心有欠安的，阮拢全然仰望交托主。愿上帝你嘛赐福帮助伫明峰兄弟倒到伫厝内伫个家庭每一个大大小小伫无用的中间照顾的中间，愿上帝你加添气力互因常常会记得。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的快乐甲气力，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将平安甲健康甲恢复的生命赏赐互因。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是咱做伙同心来唱回应的诗607首，咱做伙起立，咱来吟。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
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王的诗，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想的你。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祝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上扬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圣心，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的。愿赐平安的主，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互恁带着基督的平安，离开这个所在，通活出和睦三听的生命，成做世界的光。愿上帝的主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倒。
今仔日咱有小组